这个很受控的，时间的把握很，因为每一个人他回去后，他发现后可以帮助很多人，所以两个人最终的决定，每个对方都是每个时候他来到人世间的一个理解。那么这里刚刚说的，这就是人最开始的来源，不要讲事情，因为小宝他说，当然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细说一下小宝他说，为了水灾，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灾难，一个很可怕的灾难。地震也是一个很可怕的灾难。不过看你的心，不要看你的心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意见，然后呢，大家应该把心发现。好，就是以现在流转定义，以信念来流转定义。这个有时候你在试试。然后后面是受压，到1米啊，1米的一个失血，知道他呀，那边去讲课。然后呢，那一天他们开了2天的班，这2天班开完后，就准备下课了，就往这下，因为他不知道结果接下来这老师讲的地方，这个班就不懂地方，结果这个老师想说，老师跟我们所有的课都讲，结果老师就很希望这个班不能继续，为什么？这个班里面必须要有3个人立下顶节建树。当老师讲班长说第节教室的时候，所有的班员没有对的，你把这个很快的速度就，你开始说，跑去看不能，结果持续了大概2分钟后，沉默2分钟后，后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师，我他去了没有？干嘛？我后来自己学校知道，他自己说学校现场呢，控制哦，你这个话，还有个顶级做了名师啊，其实俺这个孩子17都2年正天，都是不一样，一个讲起码不计为止，不计生命的危险。为了众生，这条路要走过去，这个工作，结果那个人走出来后，这个人就收费的事，这个人给30多岁的事，好，老师讲开动，来了10个的身份，这个各位，你有3个人出来，怎样？顶节就是那首先看到那马上很多人都提手，老师说好，可以。随时可以跟那些先欠还条件，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印尼，不只是火山，就是它整个火山江怎样，从马路上，马路在裂开，就是那个火江也就从马路上一直好，整个马路都是，下一次，老师讲说，本来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，就因为大家的关系，我们也非常解释这个，就是我们也会，所以刚刚讲过了，台湾反过去，就快了，你像因为你让经过这些情况，所以有人跟我讲说，你还是你到这个在哪？为什么你要骑机车？我说我骑机车是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紧迫的马路都认识。所以或者去接那个电照讲说，我自己骑机车过去。隔天我就开始他们跟告诉电车是可以回家。他说后面讲说，你要不要我剪头发？你要不要打理？我你老公里面看，你讲哦，第一讲是海里，第二是酒啊，或者是酒气，你看，有人讲用你就塞到中间去了。
OK，我我再教你大家讲物，我只要大家讲物大家讲物，啊，我就会知心无空，就从在这里就教我就讲大家都是无好嘅大家，其實可以大家講，即係簡單嘅，我哋講翻個小條件啫。啊，这个莲花要开从新就是新生啊，开到莲花大概开班以后才开始，接近一个多小时，然后一个小时的多钟，然后你看，那天上茶怎样呢？而且说以前在泰国开到说天上茶的就是讲究的随机，不光是皮茶茶的，以前你泰国。人家你哗，所以然后看一下，这到头怎么样的？看上去困难。所以说你一开道理说我们用单是什么？不要怀疑，真的有些结果，到底我去呢？你跟他能不能考虑料呢？也中间3千，你那个底啊，别的底3千，看不到挂钩了哈。35块，我要往你那里看，有人，你说买这条鱼，过路费是30块，他始终还搭条，他也是现在他拿了钱后，就不要提这个，觉得确实写的挺好的，就在开会，对各位，不用担心那些问题，或者这个不担心，或者先跟大家记录一下，去年，而且到。这两句，所以或者这一次在建国之后，我才以为3星半夜，第一，他那是一点的，他们搞完都谈呀，这应该要提过来，那我到这里头中国比较呀，从这网嘛，这提起来条件这，一听到这些，一讲大概5分钟。讲不清楚，我下来看一下，有看到对面外面的一位是得病的前兆，有一点照片，他肚子痛到人嘎不能听，或者就是不能说，这以前都试过，专门就是这种，就是血肉组，皮肤上已经差了，但是你这样的差了下来，不到底过来，其实我在查到钱。大概2个公尺多大的，不能见到这样的我知道他们有点钱，其实他们不是这样。我讲的了，我讲在这个就是在演说期间呢，看到观察，这叫公安来的，我也算是几个实验，被提到我们就是比较怎么样。他问我怎么不跟他说什么？他问我怎么不跟他说什么？他问我怎么不跟他说什么？后来他很生气，说：“我在问你，你来这两几次？”我就说：“大概是5次。”我在问你来几次？我说：“那我没问你，那你昨天是什么？”他答应这一下，结果没想到，后来我就说你都不要走，就跟上或者是走，或者是走我就还离开。他离开以后，他还跟我讲说，如果你们要缴，大概就是拿看看，我拿一个，你们这样缴一个就是说要15000块，而且马上跟那个照片讲说，这个人这个年轻人，你看他来了之后开车，以他这年纪的话。这种就是说他现实的话，大概可以比说1000年，还要改变。你看啊，长明，还在那个炒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长明，跟你讲，所以现在不管在讲，你好，一个人，说我们一个人包1000块，2000块以上，还包你超到1万块，这个是这样的，2000块钱。就3天，而且其中3样的哈，就把基本的工程3000块这样才5000块的开卖。
所以会有人想说，哦，这个跟2个经验嘛，哦，最高到最高1万块钱美金，1年很不错。没有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。或者是说，在我们害怕，第一，我们在说，但最后，而且跟各位讲之后，最后再讲之后，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之后，我们也知道你们为了你们也都在做好事情，但是碍于我们国家的法律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做这个事情。没关系，没事。他也没有跟或者说一晚上不进，没有，或者跟他说我没有钱。他说你可以从台湾飞过来，你说我不可能，为什么？他很担心。哦，你说你等啊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我们想办法在那健康里面，你这个用很多方法让他们说啊，那人家我先过来，我到，我来，这个今天我也。所以或者就是说，好，他以经验来调整每个人都能够发表善心善念。会总讲说，其实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这种心能够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。而且来说技术上，我们的观点或者跟各位报告说，因为泰国因为我们当点心，所以我们在泰国大陆就可以很快的成长。如果以他的锻造精神，把他带到台湾来的话，大概有好几个人会被笑。有一次有个造型啊，他说：“梁师，我要回家了，像你这样的锻造方式，我没办法接受。你说阿那样，他从来打起量的，当然是马上用水来讲是吧？你打起量来，带头给路。”也有时候又给你2千，开工资开了，你昨天也他把这点都觉得了，大家都从阿到回来嘛，其中呢多少费了，假货或者假货。我各位知道3年前，我们会3天节点，会3天节点秋啊，各位你知道，从乡下嘎达的地方要到首里，就是或者地这样讲。坐车子要8个半小时，然后我们3点是他平常这种习惯。